点儿。我记得王爷。对，王爷，接着来，接着来。往这边王爷，慢点儿。我记得王哎呦，虎姑娘，这也值当的，那不都是在演戏吗？再说了，人家洋人呐，就是这么个理儿。听张大人和殷大人说，这还是正常的礼节呢。真要到了熟芝麻花以后，还得脸贴脸呢。哼，那我就撕了他！这叫他娘的什么礼呀？整个一个浪催的！哎呦，这丫头还真的认真了。哎，我怎么听说咱们虎姑娘什么都不吝，连男澡堂子都敢去的？我呀，还不是治那些臭男人。我要是真跟他们进去了，我估计吓得他们呀，连裤腰带都解不开了。其实啊，我也不是小肚鸡肠的人，我就是生气那真儿和晴儿。你瞧他们美的那德行。有什么法子呢？这也怪不得他们。不怪他们，怪谁呀？你们这些当长辈的也不说管管。我的大妹子，你哪知道当奴才的心里有多憋屈呀？他们也是人，谁没个七情六欲？可是当奴才的就不许有。再说了，他们当丫鬟的能有什么盼头？干好了的，主子舍不得放，这辈子就成了霜打的落枝果了；干不好的，让主子卖出去，就更没有活头了。于是就琢磨着怎么讨主子高兴，万一选成秀女，混上个偏房，也算没白做女人一场。说实在的，就为这憋闷日子，在太监和宫女之中，才有了菜户和对食。那什么叫菜户啊？有的宫女没指望了，索性就嫁给太监，成了两口子，这叫菜户。那对食呢？就是宫女和宫女私下里做夫妻，俩人过着烟气的日子。这么笨重的东西干什么用啊？啊，原来啊是王府本家戏班装行头用的。这回随王府出使，我就把它变成了王爷的随身衣箱了。万一碰见了两位王爷，让人撞见或脱不开身的时候啊，这儿就变成了大变活人的地界儿了。哼，让我躲进这里？王爷，您看呐，翘起腿啊，往里一躺，可舒坦呐。您瞧，里边还备有清新凉茶、各种点心，一时半会儿不着急。这箱子透气吗？
这儿，琴儿，把箱子底儿亮出来，让王爷看看。哎，想不到，出国留洋，还要在这里遭罪。哎，王爷，这洞挖得好啊！这万一咱俩在里头憋不住喽，还能从这儿放水啊！走，往里，快点，快后边，快！哎，那边往里边抬。哎，快点，驾！王爷回来了，奴才给王爷请安。起来吧。哎，这样。牛祥，哎，奴才在。这是怎么回事？啊，老福晋要回城里住去，正等着王爷回来呢。哦，哎，给您。哎，你把那边桌上的东西给我拿过来。是。我来。额娘，在这儿住的好好的，干嘛非要回城里住啊？眼下虽然是不打仗，可洋人的兵马还没撤走啊。是啊，王爷说的对呀，请老福晋三思。你们别劝我了，这事儿我琢磨半天了。你先坐下。额娘跟你说，今儿个前晌，李中堂带过话来，说这一半天要陪那个什么考特前来拜访。说是拜访，其实啊是来检验，检验咱们这个贾王爷是不是过得了这一关。看来这一关是非过不可了。不过过也好，不然到了德国，万一露了馅儿，那可就麻烦大了。你说的是这么个理儿，可这一关眼下不好过，咱还没把枫叶调理好，不能让他走。可让李中堂检验的事儿，咱们是答应了的，咱能不让他见人吗？这正是我回城的原因。我回城去，咱们给他来个两头堵。两头堵？对，他们上这儿来，张文志就说你回城里去了；他们到城里去呢，我就说你在这边呢，让他两头都找不着人，看他有什么辙。我看这事儿是瞒不过李中堂的，不过他就是心里明白，也无可奈何。我知道，这老家伙比猴还精，可是我就是要耍耍这个老猴。可是过了初一，过不了15，是骡子是马，早晚也得拉出来溜溜。过不了多少天，你就得去德国，说不准会遇上什么风险。到那会儿，封启久就要装成王爷，你呢，又要装成奴才。要是装得不像，不但误了国事，还得搭上性命。一想到这儿，我这心就提到嗓子眼儿了。